Hā-kùi Ha 白話字課本兒童故事冊第一冊tân Kong-hui phian-tù第12篇上帝寄來的批阿和真愛耍，真作孽。伊也想愛做乖囡仔，所以常常來讀主日學。總是人若得祈禱，伊就愛甲人動一個扭一個，所以大家都真起伊。有一擺，伊創佇阿英，阿英擋袂牢，煞哭出來。老師也無愛講伊。過一時仔，老師摕一張批互伊，講：阿和，這張是上帝要互你的批，倒去厝呢，安靜你的心，才讀看。對迄擺起，阿和變做真乖的囡仔。迄張批就是寫安尼：你愛人怎樣款待你，也着安尼款待人。我不時在看你，你所做的事，我攏有看見。你考出的時，我為着你歡喜；你作孽的時，我為着你流目屎。對這時起，你來誠做乖囡仔，互我歡喜。我不時在看你，你愛人怎樣款待你，也着安尼款待人。